若朕继承大统，你便是朕的皇后。陛下，陆渊何德君何无戏言。陛下，丞相，你的事我们等会再说。云州都尉陆石求见陛下。阿石，陆石，朕的陆将军回来了。哎，起来。陛下，这有违君臣之礼。什么君臣之礼？朕不在乎。陆将军，自你立功之后就被父皇派去镇守西南了，朕是为你愤愤不平。西南清闲，岂是你陆石的用武之地？那不是埋没人才吗？瞧瞧，2年不见，你都发福了。陛下言重了，镇守边关也是为国尽忠，这是陆石的荣幸。朕知道你此次前来是为何意，朕已决议，暂不北伐。真的吗？陛下圣明。来，朕跟你说过了，你我之间无需行君臣之礼。再说了，我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？陛下的意思是，你阿姐啊，马上就是朕的皇后了。陛下，臣担心此举会惹朝野非议。谁敢议论朕，朕绝不饶他。不是陛下您，而是阿姐。陆石在朝为将，手握兵权，阿姐若成了皇后，必会遭人非议。哪怕没有人会放在明面上说，私底下也会将阿姐的名声越传越污。所以，臣请陛下三思。